个哈牛哥哥是依旧帅，那个海军妹妹是味道好。你嘅 Superman， 你心中嘅太阳色。春天嘅风，春天嘅風，滿要彩索。溫柔彩索。是情郎才可放哎呦。老熱搭你腿，老爺跳下來。哎呀，睇發財，睇發財啊！放屁了！哎呀，乱七八糟的，形眼形態玩。過年還是唔可以罵人啊，對不對？過年要講好法，今邊要講好法。講好法，講真咧，今邊太年初一啦，哎呦，恭喜啊，恭喜啊！對啊，這恭喜所有朋友大家嗬。等一下，嚇，做乜嘅？等一下，我想一下，你想乜嘅啦？過年的祝上牙賀詞風暴空嘅條祝例。賀詞啊！哦，祝賀詞。祝賀詞，嘿。今日一定好好講，希望今日是有得幾年咯，幾年咯。今年呢，祝大家金雞報喜啊，好運來，恭祝大家大發財啊！哎呦，講得暗號啊，我甜心，我甜心哈。幾年好運連連。雞年嘛。你們去年呢，那個雞犬不寧啊，都不要，就離我們遠去。對，希望今年大家能夠雞上枝頭，雞上枝子，雞上枝頭變鳳凰。哇，太感動了！有了，啊，唔過金餅耶，哦，金餅耶嘛還好講的哦。今天呢，我們舉辦的是年度的頒獎典禮。這個說真的啊，還要感謝我們製作單位懂用心呐。是。哎呀，感謝俺的所有的10多年來所有的參賽朋友，其實對俺的節目哈，講真的呀，非常的用心。嘿。啊，來參加比賽時節發動作的精神。所以俺製作單位呀，也非常用心哈，特別製作。好，年度頒獎典禮。但是啊的盛會哈，非盛會，我們還是有邀請到我們評審老師來啊。哎呦，哎呀，還有過後介紹完的金牌評審團，好嘛？他講給你評審嘛，有好發好功哦。有。哦，分享 TV 有準備好嗎？來，準備好嘞。徐哲偉老師。哎，大家好，新的一年祝福大家，給年今年太好年，歡喜風雲，年又年，咕咕咕。哦，今天節目講好看，莫轉台啊，莫轉台。TV 氣質美少女許詩慧老師啊，今天呢係新年哈，新年快樂有禮，恭喜發財，大吉利，萬事勝。哦，今天啊係我一年，咕咕咕。哦，這個要多麼衰啦！多麼衰啊！多麼衰啦！他有第二個誰啊？啊，唔啲啊！你說是啦，OK。你是西 C 啦，OK。偶像啦，好不好？羅國立老師，新年初一哈，阿哥仔啊，恭祝大家今年大發財，金銀財寶對上食去啦！紅包全部都拿來啦！好了，3米1啦。
有赵启老师。大家好，新年快乐，金鸡年好运年，祝大家年年赚太钱。有啦，土豆，你们今年今年大家全部都真的非常的好，顺利顺利的，平安健康呀，青春有啦。嘿咯，好，所以今日我颁发当多奖项啊，制作团队非常用心，来稍後嚟馬上頒發鐵柱嘅獎項呢。18班5億獎，得獎的是杭州怪，空的女子安安白白，有时有点本爱做多，一片路阳一片晒。上九彩，杭州怪，空的女子安安白白，有时有点本爱做多，一片路阳一片晒。把兄弟做心结，拜楼梯做风梯，三九台杭州怪，空的女子安安白白，有时有点本爱做多，一片路阳一片晒，把兄弟。把兄弟做心结，拜楼梯做风梯，三九台杭州怪，空的女子样样白爱，有时有点本爱做多，一片路阳一片晒，有时有点本爱做。是罗哥好，罗哥好，海军妹妹好，海军妹妹好，恭喜恭喜！这是我这个对她一生亏欠，为什么？欠她一双高跟鞋。哎呀，上次变小鸭出来，害她不小心跌倒。难怪刚刚她上台的时候这样，哎呦，我好怕她。我说为什么？我上次一双鞋这个坏掉啊。是，我还在回想。我新买的鞋，为了这个节目贡献。那个小鸭花了那么可爱，花了我50块去修鞋带。我小鸭还买60块，所以今天没有东西啦。所以我要找你10块钱，是不是？今天有一条蛇没有啦，那个是回家才看得到。你看我吓得我鞋都吓破。现在根比较粗，比较不会断。今天这个应该还好。对。过年了。过年恭太个恭贺发了。这个在新的一年能够回到这个舞台，让我觉得非常荣幸。祝大家鸡年行大运，大家赚大钱。就这样吗？是因为我还有带来一段比较传统适合在过年的时间表演的一个才艺是因为有一个相声老师叫朱德刚，是他定居在花莲，他娶了阿美族的太太，现在就在花莲，我特地去向他拜师，这个是真的啦。真的，我上次有看过他一个舞台剧啊，好棒哦，好精彩。是啊，难得在花莲，我去拜他当老师，所以他有收你吗？真的找对了。有，他不收我，在大家家门前跪了3天3夜，真的。哎，对，后来有缴学费他就收了，就是看在钱的份上嘛，对不对？本来就要缴学费了。好了，本来所以今天要带来什么？那罗哥，请帮我拿一下麦克风。哎呦，好，刚好，没有，我慢慢拿，因为我怕大家吓到了这个。不要有羽毛类的，不要有活的就可以。
来到闹热打擂台，有话想跟大家谈。大牛哥哥依旧帅，那海军妹妹是美到翻。每集吐槽不嫌烦，那两位搭档是好伙伴。今日校长节节攀，那观众朋友最爱看。赵琦老师久没见，今日一看还真新鲜。以前头发比较炫，今天好像差一点。国立老师问声好，您的歌曲都是宝。比赛常常听得到，要唱出想法才分数高。世慧老师更亲切，跟我一样住花莲。万绿丛中一点红，那歌声创作没话说。这位老师对不起，我又爱又恨就是您。为什么？让我发音好烦恼，因为发音标准要求高。知道您是为我好，你跟你我忘不了，这些都是开玩笑，希望您还别计较。小康老师您别急，小康也有，现在才要来说您，年纪轻轻了不起，那老歌一边成新曲。团员个个都专业，我最爱 Bass 跟胡琴。胡琴老师变了，胡琴胡手什么都，在，原来你喜欢胡琴老师，对不起呀，女的比较美丽啊。这实在话，来啊！今年一来好运到，那主板一打真热闹。再跟大家问声好，祝福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平安愉快，日进斗金，幸福美满，好运来报道呀！来报道呀！哎呦，所以这个花钱学了很久了。这个没有花钱的，难怪会有点卡住。对，你应该问说这个稿你写了多久了？这2天才写的。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赵琦老师头发应该比较炫，刚才一看，今天跟以前不太一样啊，所以赶快把词改一下这样子。然后发现胡鑫老师也变了。今天他没有穿裙子，害我刚刚跟以前就是他是吧？对，只是对头发拿掉了而已。这样子啦。是我们现在课台也是国际化了，对不对？是的，对呀。哎呀，你刚刚打主板那个是有点传统太传统，来一点 rap 的感觉，好不好？好不好？不一样的。我们小 Ken 老师是 OK 的，随时都可以吗？对，那个主板表拿出来。刚刚那个再来，再来一次。有，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来到热闹大擂台，我有话想跟大家谈。那个哈牛哥哥是依旧帅，那个海军妹妹是美到翻。每集吐槽是不嫌烦，那2位搭档是好伙伴。收视高涨是节节攀，那观众朋友最爱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其他老师不用讲。对，因为那个后面讲完大概要花了我10分钟的时间。重头戏还没来，你还有重头戏啊？那当然，你真烦人呐！不然我怎么办法领18班武艺奖？我今天看到林冠群已经觉得他变鬼变怪了，你还要变什么东西啊？接下来这个有趣，我们来编一个故事。编一个故事。现在呢，我问你什么问题，你就乱讲。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帮你庆祝过生日？那一年你几岁？我们曾经有一起。来，随便讲，18，随便讲一个，几岁我们一起帮你庆祝过生日？几岁哈？18岁的时候。18岁，没错，18岁。这个海军姐姐，请问一下，那一天你穿了什么衣服？大概绿色加黄色加黑色。好，绿黄黑，对，绿黄黑的服装很特别啊。尤其呢，我们还问了尤兆琦老师的意见，你那时候建议我们去哪里玩？最好去海边。对，海边很好玩。尤其呢，国立老师更特别，他送了你一样礼物。国立老师，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什么礼物？保险套。保险。18岁生日那天，你穿着红什么？成年礼。这个衣服是什么？洋装。红蓝黑的衣服。然后呢，我们到了海边，国立老师送了他一个保险套。那一天，徐世慧老师唱了一首歌，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我唱《春香》吗？对，春香，就是春香，对，就春香。而且那一天我们花了很多钱，尤其这位老师非常阿莎莉，他说那一天我买单。是。这位老师，您记得你买单买了多少钱吗？1罗那个等级应该是92万。92万！到底是吃什么吃那么好吃到92万？去个海边，半桌子。去个海边花了92万呢。对，去海边然后送保险套，然后呢唱了一首《春香》然后呢花了92万。对。接下来那一天，因为我也在，我还在哦，我还特别标了一个魔术，这个东西拿出来你都要看一下，对不对？扑克牌而已。这个罗哥帮我拿一下。
那一天其实我也是一个魔术师，我特别对，好了，我随便洗牌，你先看一下，是每一张都不一样。哎，对，对吧？是。好，我现在你随便喊停，但是呢，你随便喊停。谁喊停？你喊停，海军姐姐喊停。停。就这个，请你把它拿走，压在胸口，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一定要压在胸口啊！这一张我一定要压在胸口吗？不要让人家看到就好。这一张，你喊停的地方，对，好。OK， 接下来我们扑克牌收起来。刚刚我们都乱讲，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缘分。上面有一个箱子，看到没有？好，从刚刚到现在，我只看到他屁股。哎，对啊，好像。你快一点。他可以打麻将的是吗？打麻将啊？不，上面那个箱子哈，我们现在从刚刚到现在，它就在上面。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把这个箱子降下来。哎呦，这个箱子哈。现在箱子慢慢的降下来。看这箱子应该里面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应该不会的。他如果没事的话，弄这个箱子来干嘛？对不对？现在很多那个变鸽子的有没有？他把它压在底下，然后好可怜，然后然后再飞出来。不是他变出什么？然后呢？拿出来一堆。里面哈，请你帮我打开这一份报纸。这一个纸是这个，先请罗哥帮我打开这个报纸。这个是我跟这张纸在同时把它放进去的。看一下日期，民国104年11月20号。去年的报纸。对。这一张纸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跟这个报纸一起放到那个箱子里面。现在我们把这个来打开一下，你们可能不相信这是一个缘分。在1年以前，我们就已经预知到我们今天会聚在这里讲这一段话，你可能不相信。来，哎，你这个很来，一人拉一边，请你这个来，罗哥。不是啊，重点，我现在这只手可以。好，等一下，先等一下，先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罗哥18岁生日那天。海军穿了绿黄黑的衣服，对吧？对，跟着赵琦老师一起到了海边。是。这边有没有先掌声一下？来，去玩。国礼老师还特别选了一个什么？保险套。世慧老师还献唱了一首歌，什么歌？春香。哲伟老师还大方的买单，花了多少钱？92万。92万。最后魔术表演，海军抽中的是，请你拿出来。梅花七。预言魔术。你这个都没有跟老师们套好吗？没有，老师都可以作证。我最厉害的魔术就剩这个了。好，其他都已经在为节目表演完了。对，下次来也没有了。你这个已经吓死所有的人了，哇！真的吗？这个比之前的好了100倍。我们以前有这么糟啊？比那个什么鸭子的好了1000、1万倍。早知道就变这个，搞不好还可以过关。我的鞋也不会花那50块去修。是，对，这个太恐怖了。哎，第一次问6个人，要全答对，还要抽到你这张牌。哎。好恐怖！这样我有够资格领那个18班5一奖了哈！哎呀，我觉得你这是领那个奖学金3000块。我觉得你这要领0亿奖的吧？0亿奖是吧？也可以啊。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哎。牛哥该不该颁奖？该颁，一定要颁一下。好，我们颁发来18班5一奖给林柏恒。哇！到乐打擂台颁发出18班5一奖林柏恒先生。容易啦哈！好，恭喜你啦！谢谢，新年快乐！谢谢你，来回做休息。好了，听你主会奖了。18班5一奖，对。接着下来是什么奖项呢？人少鬼大奖，得奖的是。送杀嘅眼花。
哎呀，客家界的蔡依林来了。哎呦，还有那种国标舞啊，对呀，哦，还有现代舞，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啊，我们三艺之光啊，三茶你呢？三茶你呢？阿婆对你好不好？好。阿婆今天有来吗？有啊，在哪里？阿婆你那里。其实他算是非常乖的小孩，因为隔代教养。对，他懂汤阿婆，哎呀，很有礼貌。对，他常常上我的脸书呢，就要帮我按赞。真的呀？对，然后还有私讯我。哎呦。对，然后就说他最近在练什么，然后我就鼓励他，他就说好，他会加油。真的。今天果然让我看到了。对。对呀，那你行演行跳，除了刚刚这个舞蹈，你还有带来什么表演吗？我要献给你们2位主持人的歌是什么？现代的日本的歌曲，日本 AP 日本。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那个。那个吗 ？Apple pen。是那个吗？你是要表演客家版的 PPAPA 嘛？对。客家版的，客家忙是弹过来弹过哪？是的，是客家版哦。对。春天嘅風，春天嘅風，滿要彩掃。今天在楼上，他还暗示我，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坐在那。那徐世伟老师要小心一点。没有，老师要抢，我是抢罗老师的，我不会抢其他老师要这样。还好他没有说牛哥旁边的那个。PPAP， 动起来！呀有真牛，二位大鼓，开牛鼓，呀有大鼓，是做海卷，做海卷，开牛鼓，做海卷，海卷动将开牛簪。海卷动将开牛簪。小孩子嘛，对不对？厉害！哎呀，真的人小鬼大，哎呀。搬不搬？搬。搬。这位老师来搬一下，这位老师来，搬。来喽！人小鬼大奖，春子小妹妹。老师，你刚刚看他表演，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俺们算看给细细两边谈啊，刚刚看到给时间，吓了一跳，她现在是小姐姐的感觉，就是小少女的感觉，给整个体态啦，然后表演跳舞的力度啦，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她给有发动多时间练舞也好，还有唱歌你看给跳舞，她的动作整个都非常到位。我像以前可能有点软声音的某马地，她有那种大将之风，还有她现在应对没懂后呢，加油哦！加油哈！我喜欢这个人小鬼大的感觉。谢谢老师，谢谢这位老师，希望你越来越成长，好不好？越来越加油！谢谢恭喜新年快乐！恭喜啊！回座休息，按姿势啊！好的，好了，颁出的奖是青出于蓝奖，得奖的很满意呢。春天嘅風，滿要彩掃，強強鬆鬆，在愛嘅心花開。
相思，思思念念，思念总系你。春天的风，春天的风，阮又采锁，阮又采锁，轻轻松松，松松，最爱的心可以。春天的花，春天的花，开满山野，开满山野。摇摇摆摆。天爱地来，春天的意，因为春天的意，我不会停。因为黑暗孤单的梦呓，春天的花开，跌落就会痛下心，无用地随风吹落。春天的心，因为春天的意，绵绵相思，因为爱会继续风雨里，故事的巴黎无言地，天台的人模样做。我跟海婷姐，大家好。新年快娟呀，她真乐！的哦，真的亭亭玉立耶，哎对啊，对啊，对。来，过年的都那个拜年啊来當然，我老大家講，到新嘅一年呢，祝福大家呢新年快樂，做得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呢係最好嘅一個祝福咧。哦，周得，做得好。哎，羅老師，哎，这是你的得意门生呐，对不对？对你来讲怪怪的嘞。大家有目共睹了啊！有目共睹，他的改革进步啊，他的蜕变真的是，大家看得到诶。从特別細細天啊，貴種一年生都呀，貴種一年生。哦，也多年嘞。然後我現在大二啦，大二啊，所以大二而已8年。你现在才大二。哦，你那个牙齿到现在还没拆掉。快拆了啦！对，我觉得好像你放了4、5年了嘞。他想要矫正的更完美一点，所以比较久一点。对对。我跟你讲，所以你25届的时候是带着钢牙去领奖的。我3金都带着钢牙。哎，他真的也是金钟金曲，广播金钟，广播金，哎呀，有哇，真的好厉害，他真的在我们节目当中算是也是一个奇葩了。佢本來先參加傳統組得到年度排名第1名嘞，哎，冠軍哦，然後後來隔一年又來參加流行組，啊，那一次是他有一點閃失啊。就被古聖傑拿走，對啊，就古聖傑拿走。如果你那天沒有狀況的話，那個冠軍就是你的，對，是我的。所以你現在跟古聖傑有講話嗎？有啊，對啊。所以你們兩個之間有點仇恨，對不對？沒有，我專輯還要找他合作。哦，真的呀？真的。哦，那你真的很大膽呢。沒有說冠軍本去衝這位漢，啊，都唔會提供吧？不會啦。那個青出於藍值得頒嗎？值得頒。要頒，我們請羅國瑞老師頒不頒？當然要你頒了，當然要你這一位青魚頒了，不是誰要頒？表示他是輸他的弟子哎，對不對？你要自踢呢，超寶，你的得意門生呢，當然從手頒出。黃宇娟小姐，看到宇娟呢，都有下有種進步，應該懂到感受。其實嚟講，真嘅老佢當有緣分啦，從做嗰個評審都佢變嗰個資中員哈，嗰隻雙語部有兩三天一台六嘛表演，對啊，也短短的3-4年嘅師徒關係，其實我們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哦，也看到也聲音一步一步，他其實。在我心裡面，她早已是我的女兒。所以為什麼今天要頒這個獎給你？就是你真的青出於藍嘛。對嘛？所以你是青，好，很清楚的，你是青，他是藍，藍黑色。今天在樓上，他還暗示我，是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坐在那邊。對。哎呦，那徐世偉老師要小心一點。
老师保重。没有，老师要抢，我也是抢罗老师的，我不会抢其他老师。不要这样，还好他没有说牛哥旁边的那个。这个你应该不叫没办法吧？没有，还也是可以啊。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八字要够重，而且人要够漂亮，好，口才要够好，好不好？要深得客台长的喜爱。而且还要生过小孩，我跟你讲。而且要嫁的老公要全身都是毛的，好不好？好了，谢谢了，谢谢今天来恭喜你啦，好不好？大家新年快乐！参加呢安和的节目真的有机会是有限制转来，好吗？懂也。对啊，好不好？好，谢谢郭丽老师，谢谢你们，新年快乐！两位回座休息。好，谢谢。青出于蓝奖子还有办法嘛？个奖？这个奖很奇怪，手很能 Q 奖，手很能 Q 奖。得奖的是，应该是女生哦。日出日落有一天，我爱你的心比草本应又加一点。我飞不过，也走不远，就讲一行的比爱较头前。日日刻日年，我爱你的心比口又加一点。我飞不过，又走不远，就等于吩咐我一天行到头前。爱做你的 Superman， 是你心中的太阳神。虽然也还目前有路线，没想爱当一飞在你的身边，为你送上的一片天。日出日落有日天，我爱你的心比草本应又加一点。我飞不过，又走不远，就讲一行到比爱较头前。我一刻又一年，我爱你的心比去年又加一点。我飞不过，也走不远，就等于吩咐我一天行到头前。你的 Superman， 是你心中的太阳神。虽然俩下我目前有路线，就想爱当你飞在你的身边。我爱做你的 Superman， 是你心中的太阳神。虽然两败的事情没得写，我老爱当你飞在你的身边。为说爱你的一片天，做你永远的 Superman。两位可以在舞台上哦，兄弟一样哎，没有违和感啊。这你要干哎？你们两个可以兄弟一样，可以组一团。哎呦，因为佢差唔多國中3年生，啊就比賽看到，對啊，佢真嘅咩？對啊，佢咩細細都來節目比賽。太學4年生呢，真嘅。佢比賽過後，特別去有乜嘅特別的表演，佢乜成摸眼。哎，老師，我覺得按呢這樣表演好不好？哦，我覺得佢真係懂認真。哦，你都會請教去這位老師，是不是？哦，但不見得都正確哈。一定正確的啦，有一個我就沒辦法教了，手很能 Q 的部分，是不是？那就是哎，到底手很能 Q 是你手很能 Q 我一直都很能 Q。對，我剛剛在想能 Q 應該是女孩子啊，我摸一下。因為要給，他手很粗哎，因為他是戲曲學校的，對啊，所以在練，嘿，當你在練可能個數一定。所以要怎麼樣表現手很能 Q？可以這樣折起來的。等一下你就知道。哎呦，真的嗎？不要再學林冠群好不好？真的嗎？來看一下到底他手多能 Q，怎麼能 Q 法？來看一下手很能 Q。
我们跟水晶球秀。就对不对水晶球。然后我们2个人呢，我跟哲伟老师发现呢，有一个行业董事行业，你带哪位啊？我在关系。哎呦，新竹啊，暗度火，新竹有名的迄嘛个除了米粉以外，哎呦，玻璃，我还有咸臭，是的，公演，哈。董事还做公演啊！玻璃厂啊，对啊。对，董事还做公演啊，也在数下呢，做公演对是。你知道现在贡丸有做暗胎吗？真给，真给，不是，那是要放到哪里去展览？真给那样，真给就是要切开来吃，真。哇哦！为什么从这边到贡？那不是水晶球？真的，他刚刚真的很适合去。对啊，因为我看过人家做贡丸，嘿，哎，真的就是那种。出来你可以吗？一条你再试一次。对啊，你看下来。条刚来公演啊，按胎做得冇？做得。可以做一下。做得哦。哦。摸了，其实真的不简单的，因为那个靠那个腕力哦，真的蛮不容易的。让罗哥试试看。你试一下。我的手比较小，他要食指跟中指捏住。我帮你拿。不是，为什么他的音乐是这一种的？哦耶！嗨，棒！哦，现在为您介绍罗哥带来的今年最新的才艺——大牛耍球。哦耶！不是吧？是什么？本来要手很能 Q 的，给我这个音乐，这个不简单啊！不简单，难怪这个叫什么奖啊？手很能 Q 奖。值不值得颁？很值得，非常值得，因为从你这边得更值得，好不好？今天最值得世慧老师好，世慧老师他手也蛮能 Q 的。世慧老师也会手很能 Q 吗？来哦，我今天穿很短呢哦。对，因为本班就要演员，所以讲给你走咯。哦，你这很短呢，对，难得，手很能 Q 哎的哈。顾生给欣赏。来，手很能 Q 奖。哎，恭喜哦！恭喜哈！哎呀，啊，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好，哎呀，表演的活动越来越多，好，然后代表客家能够把客家发扬光大，好不好？什么太感动，谢谢两位，谢谢，这就是你们的支持，好，走好，拜拜。啊。哎呦，沙下落去辦咧發咧係啊沒有來哟，講到也叫做來哟，哦，滅鬼將，變怪將啊，變怪將，因為他個胸都底下滿年。得獎的是。大家的十九衝三個誒。你未來講你唱歌的表情我欠怕你知？啊，拍攝，我知啊。兩個比起來啊，你真的是比較欠揍。19衝三個誒，唔衝心跳唔愛開啊！講那個美女最甜嘛，個主也槍嘛最美妙。愛就愛戀有情愛的，莫為有情愛在何方啊？講我的苦就會慢慢醉哦，情愛比酒更加香。
我看他撑多久。那个狮头会很累呢，不要动。哎，你干嘛？哦，你要喝奶奶啊？罗哥好。嗨。海君姐你好。你来。好，我来。你来，你别跟你讲的。你拄啊唱歌的表情，活歹，活欠拍你知？拍谁？我知影，拍谁？来，啊，你嘛来。你过来，我比较想处理你。你拄着，你跳完什么舞啊？鸡舞。鸡舞、牛舞，从头到尾这边。真的，不然再一次就当他 solo， 对，好不好 ？solo 鸡舞来，你唱。两个比起来啊，你来。你真的是比较欠揍。哇，你们真的冠群，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对啊，你一下子带妹，然后一下子带那么多歌。对，这次要带帅哥啊，每次都造福这个罗哥，现在换海君姐造福你，看，帅哥可以调红一点的吗？对不起。一个大过年给我挑这一只鸡来，鸡年行大运，不然就挑那个财神爷，帽子都快掉了。哎，讲真给你啊，最近冠群表现相当的杰出。是，你们认识这个同学真的不错，他最近邀约不断。对啊，一些各大的一些大偶像们啊，大明星们啊，他是他是新宠儿啊，大家争他争到一个什么头都快破了。好像什么那个 MV 啦哈。JJ 的 MV。JJ MV 还有电视连续剧，各大的8点档，还有广告，还有真的是邀约不断。最近是不是电影要找上门？还早啊，对，还要磨练。你看，对不对？是还要磨练，没错。他从我们这个闹热出去，就顶着我们2个人的光环。哎呦，真的呀，对不对？这骗吃骗喝吗？骗到这么多片酬，你有看到吗？有没有？你看，这不是全联先生吗？对啊，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这总共有100多个人呢。你是这个戴帽子了是不是？那是女生呢。哦，也有可能男扮女装啊。哎，底下给啦，这个安心雅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安心雅，我在那附近。你演什么？宾客。宾客 MV 哈，可以给 MV 啊电视剧，给 MV。还有下面那个林俊杰的 MV 是。我发现你每次站的位置都是很不重要的位置呢。对啊，宪哥的节目啊，连综艺大热门你都去了。哎呦，宪哥节目真的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呢，他还是排在最后面呢。还没有轮到我，还没轮到你是这样子。截图下面这个是什么？你怎么变那么胖？刚为人生。你怎么变那么胖？那不是我啊。哪一个是你？这个。为什么制作单位都找这种，对不对？看不清楚的。可是我最近有拍那个，就是还蛮大的。什么东西？那个陈雷的 MV 男主角。陈雷？对啊，陈建居吗？不是他，差太多，我不承认。居哥，我不承认。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走跳这个演艺圈也30几年了。对。在我眼里看过很多起起伏伏的一些演艺同仁们，对，还有奇奇怪怪的，奇奇怪，他比较奇怪，对，那真的，比如说有从零演开始是演，然后到最后变成一线的，在我眼里也看过很多，所以你们不要气馁，对，坚持，他没有气馁，他梦想之路，对，只要坚持，一定会达成愿望。好不好？好不好？谢谢，继续加油，都一样，好不好？好不好？是，一起，大家一起。牛哥语重心长的祝福大家，好不好？你最近要好好保重自己呢，哈！你看，对，鸡年你也长鸡眼了，对不对？我这个长冒一颗啊！
过劳啊？鸡眼不是长在那里，那叫针眼。哦，鸡眼长在脚上，脚上才叫鸡眼。总统没礼貌呢，你以为什么都要套上鸡吗？都是你给我过来！我自从看到你这一只鸡之后，满眼都是鸡。好了，你要保重身体哦。所以今天要颁什么奖给他？他还需要颁奖吗？他把我搞成这样。有啦，边鬼边乖真张。的给 V 导的节目哈，真的发动都心思，对我们节目付出很多啦。应该的，辛苦。好，哎，好，不要再长针眼。那好，我觉得还是值得颁这个奖，好不好？颁奖。罗伯利老师来颁一下。边鬼边乖张。边鬼边乖张，来。欢迎罗伯利老师颁奖。谢谢。恭喜林冠群先生。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啊，谢谢。好，恭喜哈！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好不好？好，谢谢，请回座休息。好，谢谢。颁奖到此结束。哎呦，好像有一个老师没有发挥到什么东西啊。两位老师，对啊，罗国立老师也唱了，哲伟老师也唱了，剩许世慧老师还有那个尤老师。许世慧老师颁过奖啦，不用啦。可是有时候觉得，哎，果然嗰隻無糖都要兩味哦，來唱歌的那一組的啦，好吧？好來唱徐世慧老師還有尤少奇老師帶了一條後堂的歌曲，很多 Q 演來彈看啦。你还会记得我？前世約定嘅誓言。你還會記得我？老發一些經驗。你還會記得我？三生不相嘅情緣，你還會記得我？流轉輪迴，今世相見，難在目前，求了千萬遍。傷痕記下了心念，蒙蒙風塵，拍飛你世界。但愛嘅你不是難赦免，難赦免。花開，一年又一年。鮮花一瓣，就像你的淚。天都天荒，地都也不念。輸給你。夢也
真心预约。非常有感情的一条歌。哎呀，好圆满呐！圆满啊！是啊，颁奖，没什么好颁的，那个这颁这个吗？奉上这个，本来想要找2颗球啦，没经验球员嘛，没底下没公演没太演出艺没，是八班，发贵啊，八班啊，发班啊，八班，对啊，没配演没出一种，给嘛该讲，哎，用啥种懂音准嘞？有啦，嘿，但是轮唔出做啦。这是精品，杯子蛋糕，精品，哦，杯子蛋糕代表我们2位满满的心意。今天勾演勾剪的，从刚有点悲情的歌啊，基本上最后的结局就是说，他们没有分手。没看我们俩，我们结局是有合在一起的。哦，是有合在一起。情缘，哎呦，7世的轮回，哎呦，还要7世的轮回，那多悲惨啊！我跟你讲，就是在今天大年初一，好不好？这圆满的结果，得到2个杯子蛋糕，好啊，圆圆满满 ，Happy Ending。那弄到哈。为了这首歌，我们小孔锵老师3天3夜没。小孔锵老师，他一直想摆脱，真的3天3夜，真的。哦，对啊，那这首歌你看他眼睛好难写，看他眼睛好难写。不过，我那今天有唱到老师，真的就好了，这样。有一个老师还找不到人合唱，今天没来。是啊，哪一个？今天没来，找不到人合唱啊。叶阿公啊，大家都有人合唱。对，阿公叶公啊，新年快乐啊，叶公。还可怜啊，我们太个阿婆去。对，今年没有刘明真的，今年东南的阿正杰呢，他将唐吉地安的节目唱过，10岁了是第1次。我是有跟徐老师合作过一首《无言花》，也是老师的作品。对，但是我觉得今年还会太发出来。哎呦，真的，哎。一开始年初一，对不对？我就听到尤老师唱歌。哦，等一下他敢做饭，他敢。谢谢2位老师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谢谢。哇，今天好精彩哟！我组是这么精彩的，等一下传统组还得了哈？传统组听说还有更可怕，不，更让人家惊喜的。传统组我们要颁奖还嘛？有啊，颁奖，韩国名模都来了。哎呦！哎，拜托大家不要转台哈！不要转台哦！边吃年夜饭哦，好看好笑的都在下一段。好来，我到台啊来。新的一年又来到哈，安尼传统主要有唱到当到安尼参加特别出事的朋友，好朋友啦，优秀的朋友来到安尼节目当中来表演，好谈好看的歌不大家。哎呦，好来，介绍安尼评审欣赏，金牌评审欣赏来。李秋霞欣赏，嗨，杨文义今年的几年，在两位吼，祝大家新年开发财。用嘅生意都很精彩呀，很精彩！咕！老师讲完那个贺词有没有？你自己要那个学鸡叫一下。好，给你。咕，落给马嘞！落给马叫唔出来。来，High V 来。哎呀，鸡公嘅落呀，恰嘅先生。各位乡亲，大家新年好！恭祝乡亲朋友喜乐有喜乐。成不唔是成讚哎呦，生下嚟，羅盈盈先生，好，今年係雞年哦，祝福大家雞胎向上，熊年天，大家年年財財千。哎呦，今天還是露半肩呢，乜個露半啊？露半肩。露半啲呀，露半。我啷講，你俩是冇？你看來英英今日做暗嘅咯，你莫鬼暗部冇精神啊，莫做專門看佢家邊哦。唔，咪講佢專門色誘。唔，係今日看，因為係信奉觀世音菩薩。嗱，
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别冲起来！刚迄求伊的发吼，迄求头发的啦。哦。你的通常是白观音，伊粉色的头发色的啦。哎呦，嘿啊，求头发，求头发哟。带来好姻缘，好姻缘，开春钱。好，赞。唔免啦，轮到伊讲的人讲啊嘅。所以老师讲的，来不嗨一笔。批数先生，祝大家鸡年好运，万事如意。哦，安尼说啊，欢迎 CP 欣赏的来节目哈。新年快乐哈！他家都看得到安尼欣赏的创国的哦。哎呦，精彩哦！当然得喽，好不好？嘿，有颁发第一奖还嘛个奖？看了头会晕奖。看了头会晕。得奖的是。你听底耶。你好啊！哎，主持人好，你好，是哎，又我给你啊！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哎，长大了呢，很有礼貌哦，真的。长大了呢，等一下呢，哎，阿公教的很好呢。哎呀，哎，嘟嘟哦，过年哈，勇敢的哈，合法的那个拜年那里。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哇，这个就好啦。哎，在新的一年呢，他刚刚唱的那首歌以外，他还要另外再带来一首精彩的。哎呦，还有啊，加分题就出来了。今天有冇比赛？你准备按多少嘛咯？冇啊，充滿人哋啲觀眾朋友睇，閃人閃條。對，還有乜嘅？點樣表演？我唱乜嘅歌？大兵一天陽。大兵一天陽。哦，嗰呢流行歌曲呢？流行歌。你做得咩？流行歌。做得。還我用上台跳衝啊！對，老師，忙是唐一聰流行歌曲嚟，唐歌啦，看唱那樣版嘅。
哎呦，会唱歌了嘛？不管唱嘛该挑技，全部有办法唱。哎呀，刘航哥，我发现他那个声音更亮哎。真的哈。哦。哎，好听你很厉害呢。跟你改天来参加这个流行歌曲组，好不好？好不好？死吧！没有，这样挺好穿的嘛。没有，他知道那个有妹妹嘎嘎的，他不能在传统组的地盘说要去参加流行。哦，真的呀，派谁入他已经报名好了。但是奇怪啊，佢唱三太跳树也会比，唱流行歌曲树没用也会比哈。有，安尼区分一下。有区分。三太跳呢有嘛？流行主要呢刀。用刀跟是。今天要颁发那个奖文记啊？看了头会晕奖。好了，那个颁发奖状。李秋霞老师。哎呦！恭喜刘世恩小弟弟看了头会晕奖。自我欣赏。哎呀，希望继续加油，好吗？多谢谢谢老师哈，安子 C 哈。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唱歌哈，玩一玩，好吗？要常来好不好？好吗？好。谢谢哈。好，新年快乐！安子 C， 新年快乐！好，回头休息。回去绑鞋带。绑鞋哦。好了，啥了？颁发那个奖呢？阳明国际奖得奖的是。我笑到肚子痛。一定要有紅包，最多有10萬。有嗎？吉祥如意。哎。吉祥如意。
真紧黑阳明国际的，听这个小调的主曲就知道。刚刚呢，那个小康老师已经带我们绕过全球一圈。哎呦，真的，可以把这首歌把它改编成这种 Big Bang 的感觉。哎呀，真的是辛苦你的头发，用尽一生的爱啊！用尽一生的爱。你是张克凡啊！我现在还知道，我爸那个头发他是直栽啊，直栽，他不是知道是怎么秃的啦，他是编曲编出来的。哎呦，你好好保护好你的刘海。真的，谢谢老师们辛苦。对，第一次这样子。有唱过这样子的没有？中风音欣赏没冲过要中的啦。马上唱过啊，但是给没皮差不多懂我啊。有没有像真的带我们绕了一个全球一圈？因为那小康老师讲，你走的环游世界了呢。走的啦。第一次尝试绕着地球跑啊，你啊。刚刚。不，还有一个地方没跑过。哪一个地方？欧洲。啊，你还没去过欧洲啊？还没。哎呦。生命面狗皮。那你去过几个国家？对，算一下。算不到。算不到，大概。就是美国一定去过。美国是全美。来。全美就是从纽约一直到夏威夷。来，前面有写哈。哎呦，前面有写，不要那么辛苦。巴西圣保罗，还有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莫里西斯，对，泰溜马，还有泰溜大陆，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休斯顿，洛杉矶，坦巴，北卡，南佛州，北佛州，曼菲斯就是那个猫王的故乡，是，还有夏威夷，加州沙加缅度，还有澳洲的布里斯本，雪梨，哇，你真的就差欧洲，真的差欧洲，哎，阳明国际，也按那节目 TEV 参赛者。脱颖而出20关的卫冕，还有突破17关魔咒。17关魔咒哈？什么叫17关魔咒？每次到了17关，那个参赛者就被 K 掉了，都会有状况就对了。对，这是我第一个突破，第一个得到20关，20关的卫冕者。我第7关就有问题了，不用到17关。所以懂你了，阿吉给勇士。那时候好像是。传统的还有流行歌都要比，对，就社青组那一组，对不对？对，嘿啊，比退以后啊，马上记住省立的鸿儒国乐团，对吗？对。给勇士他们培养出很多精英，像很多黑客家人有没有？都是因为接触了我们的客家音乐，所以说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客家音乐，他觉得说，你客家人有没有也是蛮多才多姿，而且今年有没有那个全美到回来台湾屏东的那个合唱团比赛，我就是去那边帮洛杉矶的华侨指挥，所以就名副其实的一个呢，好国际奖。国际奖，所以这个一定要颁，来，我们要请哪一位大佬？大佬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来颁奖，是美女啊，桃红观音，好不好？埃及艳后，我们颁发阳明国际奖，庄福如老师，恭喜！恭喜哈！这是按赞的意思吗？按好多赞，对，加持啊！对。今天非常感谢分享，谢谢了哈，谢谢，好了，新年快乐！好来，回做休息哈，恭喜，好了。三下嘞，马个奖啊？也无奖的。冇獎。但等下想看那個頒馬個獎門。好啊。係啊。我衝過位哦。咩一難得啲人啲節目上談喺度，果然得看呢度喎。哎呦。好，我哋有請。李秋霞先生，車奇怪先生，帶來快健身，我嚟睇。累呀累打開，去金山嘅裏面還有小鳳凰，樹有金山前風層層亮啊，嘅拍菜梅身上層層亮哪有？妹子是情郎才可放哪有？累呀累打開，嘅金山嘅裏面還有小鸳鸯，小豬鸳鸯
郎哎呦，哎呦，妹子是情郎在心中哎呦，哎呦，泪呀泪大哭。伊拉伊起山，嘿，金山的对面万有秀气哩，秀出气哩，大水涌涌心啊！嘿，那才妹书中是情郎哎呦，哎呦，妹子是情郎挂在心哎呦，哎呦，泪呀泪大哭。伊拉伊起山，嘿，金山的对面万有秀牡丹。牡丹花蕊，红呀红莲莲呐，你可比妹子你一般讲哎呦，哎呦，妹子是情郎挂在心哎呦，哎呦，泪呀泪大哭。伊拉伊起山，嘿，金山的对面万有秀芙蓉。芙蓉花蕊，深深又深对哟。你妹子是情郎，何时来哟？哎呦，哎呦，妹子是情郎，何时归来哟？哎哎呦，哎呦，没有哟，哎呦，要你做生意。好傻，哎呀，那一個阿媽嘅獎嘅，阿妹我有獎好啦。对啊，那个奖哈，哎，個演獎，個演個演獎哎公演帶到戲呀，哎哦，來觀音祝福大家太賺錢，哎，你農業大旅台耶，收視率鳳到萬耶！赞，哎其实香哦排你那个奖，乜嘅獎？分兩位哦，客家貢獻獎，客家貢獻獎，真的又是 any low 嘞，要喺平日送到故宮博物就院。像金曲獎、金馬獎，最後一定會頒一個貢獻獎貢獻獎，要兩位真的很值得拿到這個獎。好6歲就出道呢， 6歲童星哦。哦，你看客家阿姨嘛，啊，以前有了演國阿姨，他有做過國阿姨呐，這個郭美娟的，跳啦，跳給他郭美珠。係要演葡萄牙。哎，其實哈，係同哎呀李秀華老師呢，平常啊，也一直都諾貝也有表演過啦，但是正式都有電視的表演算提拜了，見面一生，提拜，因為大伯是老展毅老師。哦，從外邊和外國哈兩個地方從頭所以啊，外國就是表演過了。 2017年真的，我大家看到全部是替拜組。 2017春夏新款，真的，就這兩款。他搞不發的，我忘了，真的。快點哦！我扮演，係，你今年係那個幾年啊？在新的一年啊，祝福大家好事接二連三，好，心情四季如春，喲，生發5顏6色，嘿，七彩繽紛，又是快點的秀才啊！愛情事業長長久久，十分美滿。哎呦，讚嘛，數到啊！哇！ 講多講，係唔是講多，佢都是係超簡單，係係唔是金幾人，大家太賺錢，就這些。好啊！
今日真係看到兩位啊，太時級嘅人物喺呢舞台當中，從暗後堂嘅歌曲真係大家傳到。還有太感放心嗎？好，謝謝你們啦。什麼？哦，恭喜啊！恭喜！謝謝，恭喜大家，謝謝。發財。哎呦，哦，亞美啲係唔電動球啦？電動球啊？哎呀。但係叫做乜唔唱貴？唔唱貴啊！泰國人咩貴團圓啊？冇啊，冇。可唔可以喺我們電動球嘅？好，一門不係爽到你。所以殺下了800個獎對嘛？800個獎啊？哎呀！阿苗來呀，來呀！接下來馬上來頒鬧熱名模獎，得獎的是，請開門。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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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你拿着那个鞭炮走一次。哦，鞭炮哈，拿大一点的，大一点的，好了。这个卖鼓。大过年你不要这样跪好不好？我笑到肚子痛。也要开个标准耶，珠宝平安。哎呀，哎，无代无志行啊，行到牙片那里见不外可能啊，我长鸡眼了没有？啊，没有，睁眼不是鸡眼哎。没，一堆 Q 年好的，俺的节目还没表演过走台，你不是 Q 他走台过吗？对一个时间，你就启动了他的这个名模梦想。是啊，他每天在家走呢，就启动他的潜能，都超个呀。明一种体验一条路吼，行双行啊，你压行，压马行。哎呀，跟今日来除了行台步，还有什么？唱歌啊！唱歌呀！哪种啊？祝福啊！唔記幾人得到第多名？拼命你我衝你！有呢，母衝大送。今日過年。母衝大送，唔大送啊，香港人大送。觀眾朋友大送啊！過年都衝喺後頭喎。哎，你今日帶咗乜個？哎，果子。三果子啊！好啦，好衝啊！
噔噔，两位主持人好，噔噔，嘿，噔噔噔噔，嘿。哎，啊，你创体的做咧转的啊？系啊，还要等原住民来跳舞啊，懂？唔做嘛？哪个在跳舞？还跳舞？哎，你三日穷下来跳。都点的你嘛？哎，哈，教落去咧。老师，我一声音咧，你一定要鬼。忝的哈，忝的哈。哎，人哋睇架鬼團圓嚟，錯冇？後面嗌火锅啲豬呢？團圓嚟，你團圓嚟呢？啊，給演了嘛？我跳原住民來跳舞啊，還跳舞？好了，跳一下來，跳一下來，對，不跳，讓我跳啊！那一路啊，哎，銀幕嘴。哦呀那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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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山前见水啦，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少年嗰種服滿隊的點咩咯？哎，坐來，你坐，辛苦了，辛苦了，哎，謝謝大家，辛苦了。俺高人，俺做你打麻將，啊，轉來。哎，鼓勵一下紅包。要帶，今日要帶紅包了。係啊。哈？紅包。哎，等一下，就個慢點。你錯嘅啦。不跳。帶紅包，帶紅包。送過來，送過來，帶紅包，還要10萬哦。好美哦！哇！哎，你是抱小孩抱到這麼力量這麼大？唔看到後冇得跳，你咪看得到啦。兩人準備，一定要有紅包。看你要出來講啊！快用嚟出啊！乜用嚟出？最多有10萬哦。真的有紅包啊？有啦。快用嚟出啊！用太生人，太人我騙生人了。最多10萬元嗎？最多10萬元。是有最多有10萬元。看你啊，看你要先來講啊，先你多冇啊？真的要假哎！真有10萬元。按太速率有10萬元。你先唱哦，都唔得條款啦。看唔到啊，後尾咩包起來啊？你先唱啊！10萬塊呢，10萬塊。祝福你啊！哦，來，攞出來。好出哦。好。10萬元哦，好，注意沒？好，注意，好吧。10萬元。冰點醬點到它咯，我就開心咯啊！注意嗎？錯下去了。啊，錯。錯。哎呦，10萬元，10萬元，10萬元，獎金10萬元，嘿，獎金10萬元，有嗎？吉祥如意，祝大家民社會顧公樣啦。冇啦，冇要歸啦。哎。啊？哎。慢，吉祥如意，哎。哥哥吉祥。哎，我是在这里。年里。啊，今天还有那个加分题吗？这个就是我的加分题。可以搓吗？你看到不舒服吗？既然都这样，那刚刚那个搓的都翻出来。对啊。獎金10萬元，有嗎？吉祥如意，祝大家民社會顧公樣啦。冇啦，冇後悔啦。哎。啊？哎。慢。吉祥如意，哎。不是，等一下，我有。民社會顧，哎。愛的公主抱，問題是公主在哪裡？啊，看到啊！哦，
不要，哎，果然会实现你。果然机，一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啊，好不好？再第二次机会，再出个100。啊，听100就愿赌服输的哦，好不好？莫丁跟他是除了虚吧？不是那个全部可能9宫格全部都爱的公主抱，真东东爱100的，没错的。来，再不听100几分。好，100元有事翻猛，有希望哦，哎呦，拿出来！吉祥如意，做错了，都得黑马给黑妹示范员的观众朋友，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除非要我死啊，我才不要嘞。我要给你亲吻，我又不是笨蛋呢。没有关系了。2择1好不好？两个选一个是不是？对呀，哪有2个都那个？好了，一个大过年大放送了，好不好？你选一嘞，你一定要实现一个。公主抱好不好？公主抱，好不好？好。公主抱跟新娘抱不一样哦，公主抱是背起来哦。公主抱用背的。对。那我宁愿用背的啊。你看我对你多好。来啦，哎，挑手一。背的啦。发财啦！你跟我爸的老天看他们啦！老天！哎，你要做一个给我。哎呦，呀，真的有18男有啊？有啊。真的吗？哪一个？来，慢慢读看啦。十指紧扣，深情对话，18有听来。爱的背后抱。爱的抱抱。爱的抱抱，爱的壁咚啊，壁咚，给我一个吻，爱的背后抱，18人有听爱，18有听爱，赶快，我们来颁闹热名模奖。哎，懂恐怖嘞！哎，你懂恐怖嘞！哦，谢谢热闹打擂台。闹热打擂台啦！而家歡迎㗎，強愛啊，係電動叫係啊。哎，他為什麼會受到我們大家的喜歡？是因為每次在表演總是令人笑到噴飯。感謝您的付出跟努力。謝謝。對，好。安之謝。什麼你啦哈？什麼？謝謝。哎，今天我要做動態技術。哦，對啊。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沒關係，你只要10萬塊交出來給我就好了啊。好，沒有問題。好不好？好，祝福你，祝福大家今年。心想事成，大賺錢！好，安之謝，新年快樂哈！現在今日比從韓裔哦，有唱到啊，那個天生這個喜劇人員，哎呀，林桂蘭小姐，哎呀，好高興！以後多上啲節目啦，好嘛？好，加油，好不好？新年快樂哦！新年快樂，謝謝啊，謝謝啊。接下來，走馬給
我还在怀念他。你不用怀念，接下来这个你也是会怀念的。哎呦，今天所有都是为了你而来的，传统组都是为了你而来的。真的哦，真给呢。哦呀，张开麦。接下来颁发的是百变歌后奖，得奖的是。罗哥好，今样全部乖乖啦，哈，佢已經做睇咧越來咧，啊，你怪唔做啊掉咯，啊，咩太過人哈？哎呀，今日做啊，怎麼想要大盤都安尼啊，啊，百變歌后哦，用嚟講百變歌后呢？請看。之前有從國外講到小朋友嘅時節，都做安尼小學的制服，哦，也有一種嘛，公演啊，公演的時節，還要喜氣洋洋哦，穿肚兜，哦，你看哦，這個比較特殊，啊，這個我就有印象，高中生係嘛，高中生，啊，家下有小學生，哎呀，高中生，哎呀，要較校友哦，哦。哦喲，哦，戴帽嘅人啊，對沖噶嚇。哦，沒有嘅牧師啦，跟牧師，嘿。哎呦，這好可愛哦。哎哎呀，也跟在戴帽誒呀。哦，戴領嘛。啊。真的呢，我難怪今日製作單位我辦法要到獎項。你好多那個劇照哦。嗯。哦。實至名歸哈。MV 都安尼。這個總演黑啊。臭屁！佢做嘛今日想要打扮呀格格的感覺。格格吉祥，你沒有來兩句？哦，格格吉祥。是。哎。小羅子在這裡。年禮。哎呦。格格，新年好。哎，今日還有乜個加分題嗎？今日嘅唔是加分題。唔是加分題啊？這個就是我的加分題。哦，這個。沒有，太過年輕無聊呢。可以搓嗎？可能會是擁吻。哦。擁抱。哎呦，壁咚。壁咚。還沒有，你的壁咚還沒表演。我沒有林桂蘭附身呢。哎哦，那觀世音菩薩直接出來頒發獎上了啊！來。哎呦，頭髮滾銀呐！好，來，哎呦，恭喜啦哈！百變歌后獎，真的實至名歸，百變歌后。恭喜啦，恭喜啦哈！恭喜太白產品啊，跟你講啊！恭喜哦！就這樣哈，來回做休息哈，沙下來。很公演咩？哦，很用力的表演。歌后了要哈，先羅英英老師來，好不好？有請羅英老師給我們送讀馬調。哦，按呢黃佩書老師的唱馬歌。春天百花開。好，來彈看啦哈。
现在是什么？过年没？你看不？怎么样？你看到不舒服吗？那边还有2个让你挑的，还有2位。哎，既然都这样，那刚刚那个搓的嘞，搓的赶快，搓的再搬出来。哎，没有啦，哎，桂兰姐带走了。带走，不好意思，桂兰姐带走，太自私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啊，小调组的小调天后。哎呀，两位真的，这2位也是对我们客家界里面贡献很大。对。而且我感觉较奇特的一种样板呢。你们2个那么年轻，按后生啊，是对按那传统的东西按了解。很默个人，迄从小就开始接受。是什么样的想法？还是什么有环境？邱霞老师6岁就入呀，就开始唱山歌的，呢？跟我讲，我3岁会太挑衅吗？哎呦，有一点的。哎，你在。公子给你真的是3岁，你就会哼哼唱唱的，对不对？冇啦，認當係講，因為我係阿婆土台嘅啦，所以我會從山歌比會從嘅小星星啊那些喊下走。哦，所以要算隔代教養都。兒歌是3大調，對。那佩淑老師呢？我係台後邊呀，之後長開始學從山歌，比較晚一點。之前呢？之前後嘅，你是學聲樂的，對，是，就唱比較多西洋的歌曲。那個 opera 那個。在那銀色沙灘上，有幾分迷茫。太過年了。常言你來係是啊是新年咯。不要逼我。來唱一下山。冇辦法又從這個 opera 嘅方式來唱山歌啦，因為唱那個聲樂的時候，他其實對他的口腔啊跟放聲音的位置其實都不太一樣。炸炒一炸。我山歌方式唱嘅山歌就咁。本嘢彈唔出，佢都係唱馬街，彈到佢嗓都個發現啲，真嘅有這樣。啊，你啊就是改變了他新潮啊，將佢後生一輩唱嘅就他彈得清楚。所以聲樂馬某法都拿來充永前禿子。吃看看呢，叫唔出來，叫唔出來都。謝謝2位，謝謝2位。謝謝2位老師。過年當然漂亮寶貝。人家就啲節目當中唱歌嘅，係啊。啊，恭喜啦哈，恭喜，恭喜，謝謝啊！哎，請回做休息，安住先，啊，一過年咁睇你哋。唔過頭頭人一系列呢，幾十樣的表演哈，只是單槍哦，開胃菜而已。開胃菜，大菜、主菜還沒來。節目當開胃菜哦。開牛排還沒送出來。對啦，因為等一下哦，人家7點嘛哈，休息8點鐘，大家看一下安尼客家新聞以後，7點半到9點半2點鐘的時間。一聽到準時時間，我兩個共下主持的安尼客家過年的特別節目哦，當然今日按精彩節目，客家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辛苦，辛苦，啊電視機前面的朋友看到都歡喜，啊那先多謝安尼4位辛苦的評審先生，謝謝，謝謝哈，謝謝，辛苦，沒有準備，小康老師，謝謝老師們，謝謝安主席，謝謝。大家新年快樂哦！同時望記得咯，恭祝大禮拜可能舒服呢，牛年大禮拜，牛年恭喜發財，大家新年快樂！